首先，將 Handy Tube 打直平放於床上，將其中一半摺成風琴形狀。用 Handy Tube 嘅時候，用者需要輕輕翹腳，然後微微側身，將已經摺成風琴形狀嘅 Handy Tube 放入用者身體嘅底部，留意摺面必須要向下。之後，用者需要向另一邊微微側身，然後我哋拉出 Handy Tube。我哋要確保 Handy Tube 係放喺肩膊至盤骨嘅位置下面。兩位人士需要掹住 Handy Tube 頭尾嘅兩端，然後拉向床頭或者床尾嘅方向以移動用者。移動嘅時候要注意避免撞到用者嘅頭部。如果有橫單嘅話，我哋都可以將佢加喺 Handy Tube 之上。同樣地，當用者瞓喺橫單同埋 Handy Tube 之上嘅時候，我哋只需要扯住橫單頭尾嘅兩端，拉向床頭或者床尾嘅方向，就可以更加方便咁樣去移動用者。如果只有一位人士在場，我哋只需要將用者嘅膝蓋屈曲，然後按住佢嘅腳部，運用佢自己身體同埋腳部嘅力量，將整個人向上移。